Hello，我係 Fiona，今日帶大家過嚟啟德睇下啲新樓盤，同埋可以感受一下呢邊嘅環境同埋景觀。首先帶大家行入去啟德嘅全新地標木泰街8號 Henley Park， 由恒基發展嘅法式時尚豪宅，有6座住宅提供740伙，單位嘅實用面積介乎250至1558平方尺。帶大家睇呢個888尺嘅3房單位，呢個單位咧就係位於1A 座27樓 A 室嘅高層。一推開門咧，就見到一個超長型嘅客飯廳，由露台望出去就係啟德嘅體育園同埋維港嘅海景。呢個單位咧就係向東南嘅，咁日頭咧就可以睇到體育園嘅活力景啦，夜晚就可以睇到維港嘅燈海。焦點嚟啦，主人房咧就係採用咗呢個弧形嘅玻璃窗設計。無論喺客廳定喺房入面，維港嘅景都係一覽無遺。仲有主人房呢個多功能嘅衣帽間，係由恒基同意大利高級家具嘅品牌 Lima 共同設計同埋研發。主人房嘅浴室咧都係用全窗嘅設計，光猛又開揚，浸浴嘅時候望住窗外面嘅靚景，真係好 relax。至於廚房咧，就係採用 Miele 嵌入式嘅家電，有蒸焗爐、雙頭嘅煤氣爐、洗衣乾衣機，連石材嘅台面都係歐洲進口。另外，我哋都有個 Club Henley 嘅會所，面積大約係27500嘅平方尺，有一個室外同埋一個室內嘅泳池、健身室、兒童遊樂場、宴會廳同埋燒嘢食嘅地方。至於周邊嘅配套，大約行8分鐘咧，我哋就可以去到啟德站啦、Airside 同 Sogo 嘅大型商場啦。而家我哋就由現代地標性豪華風格嘅 Henley Park 就去一個歐陸風格充滿度假式感覺嘅啟德海灣。啟德海灣咧係位於成豐道15號，係屬於啟德跑道區嘅黃金地段，三面環海。咁發展商咧就係由嘉華國際、會德豐同埋中國海外去合作。而家我哋就去參觀一個位於2B 座29樓 A 室嘅一個示範單位。單位嘅實用面積咧係586尺，開放式廚房，3房1套嘅間隔。咁個佈局咧都係好實用，客廳嘅採光度咧係非常之高。喺單位望出去咧就係有一個好開揚嘅海景。咁成個屋苑咧係有3座，由1房去到3房，總共有2138個單位。咁就係主打2房實用嘅細戶，咁係適合一啲年輕嘅家庭啊，或者係一啲嘅上車嘅客戶。咁周邊附近咧係圍繞住一個1.5公里嘅海濱長廊啦。咁大型商場有 Airside、Sogo、啟德體育園。咁校網咧就係屬於34小學校網。好啦，睇完呢個單位啦，我哋而家就去 Super Marina 參觀呢個 Clubhouse。呢度嘅設施咧係應有盡有，有一個 Sports Bar 係有室外同埋室內嘅。除咗同啲朋友喺度飲下嘢、掉下飛鏢、睇下波，咁呢度都會有餐廳嘅。有一個24小時嘅健身室，咁成個健身室咧，佢嘅總面積咧係超過6000尺，咁同時咧係設有室內同埋室外嘅健身區域。健身室嘅器材咧就係採用咗 Olympics 供應商 Telo Gym 超過咗50部嘅專業健身器材，同埋設有一個全港私人住宅首個引入嘅 Group Cycle 動感單車嘅專屬訓練區，有鋼琴室啦、電競房。有兒童遊樂區啦，有桑拿室啦。如果大家想知多啲，又或者對呢區有興趣，可以隨時 WhatsApp 或者打俾我。我自己咧就最中意啟德海灣呢個多功能嘅運動館，提供咗一個喺區內罕見嘅標準籃球場。咁同埋咧，佢可以好靈活咁樣去改動為羽毛球場啦、排球場、打乒乓波、小型足球場，仲有一個攀石區。呢個係一個室內嘅恆溫泳池，咁佢長咧就係25米，深咧就去到1.2米。另外有一個室外25米嘅泳池，同埋一個50米標準嘅室外泳池。今次就介紹咗2個唔同風格嘅屋苑俾大家，唔知道你哋又中意邊種呢？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。